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义群阿群妹。好，今日要同大家分享一个议题啊，应该讲係大家一生人都會面對到嘅，唔講係自家也係烏卡人，就係人哋生老死。其實大家就會知道，也一種係一件都嚴肅嘅問題。不過其實應該愛本日較平常啲，因為講咯，因為今日要同大家來分享乜嘅按到安寧醫療。安寧療護，我來同大家來分享。上來大家做乜嘅一談到安寧療護，就會知道，以上係當地人講嘅事情。唔過今日就會好好來同大家分享相關嘅內容哦。細細嘅來分享今日節目地度邀請到嘅來賓來分享樂成醫院家醫科嘅醫生分享吳少玲醫生分享。大家好，我係樂成醫院家醫科吳少玲先生。好，歡迎先生今日來到節目當中，來同大家來分享。吼，一開始就來同大家來講一下，生來乜嘅按到安寧緩和醫療，或者是咩有人講安寧療護。其實大家聽到呀兩隻字就會知道，我要去安寧病房了，我是不是醫生就冇叫我？那對付卡人來講，聽起來也是一件非常沉重的事情。難道我給布卡人，我的親人就要被送到安寧病房去照護了嗎？這樣是不是就等於沒救了？到底生了呀安寧療護嘅意義到哪一片？其實安寧緩和療護、安寧嘅療護，佢係面對有個病人，佢本身就係末期嘅病人，唔係講根本你佢愛放棄安寧嘅治療，係講安寧嘅病人地方，其實針對安寧末期嘅病人，大部分其實台灣開始嘅時節，大部分係癌症嘅病人，就會有末期嘅問題。對，對台灣來講，癌症係非常非常多嘅問題，當然都有啲癌症。癌症係國民10大死因第1名，這已經是好幾年的事情。因為台灣嘅年齡就是老化，故說癌症本來就係一到老人家，伊可能冇糖尿病、冇高血壓、冇乜嘅心臟嘅問題，都可能70、80歲咧，有可能就會有癌症出來咧。故說癌症本來就係台灣一到年生命嘅前後嘅時節，有可能係因為安寧嘅關係，將離開安寧。嘅安寧療護就係講，因為癌症都開始嘅時節，有可能係有辦法治療，有可能手術啊，化療啦，放射線治療安尼嘅方法。台灣嘅醫療都進步，先生會盡最大的力量來幫助病人，幫助福卡人來用來聽數治療，看有辦法全部都好起來嘛。留意以後來，留意以後來，咁有嘅時節冇辦法，有可能發生嘅時節就已經末期了，末期安尼。有嘅時節係講，有可能過幾年咧，3年、4年，有嘅要行較久，行喺前後行係會面對末期嘅問題。故說安尼嘅病人又冇辦法手術，又冇辦法化學治療、放射線治療咧，安尼就會放棄嘛。其實唔係，係講安寧療護，就係講病人末期嘅時節，還係會有輕度身體嘅艱苦，還有心度上會想講，安尼捱就冇效咧，就會失去自家嘅求生意志力的感覺。有可能咩會還會有人可能會有憂鬱的狀況，跟有個人係家庭會有時有而聽數，安尼個時節安寧療護就做得來聽數安尼，怎麼講有安寧療護嘅私權嘅照顧，私權照顧係啊，來介紹一下，好，因為有私權嘅照顧就係講，用安尼嘅概念，老大家啲講安寧療護地位會做乜嘅事情？對，有全人照顧，全人嘅照顧，因為
儿人嘅疗护，佢係身體、心理還有靈性，按嚟全面嘅照顧，哦，嘅身體嘅症狀啊，我聽數來，對，佢會痛嘅啊，係來講出佢本佢較好，唔是按痛，相關嘅症狀，還講包含連情緒，都係講這個安寧療護的醫療嘅方面非常多，醫療嘅項目非常多，規則全部都有照顧到，也係一開始講嘅係全人照顧，還有也全人就唔止一三年身體嘅感覺、身體嘅症狀，還有可以處理像社會啦、人際關係啦，還有心情啊，哈，還有宗教靈性安尼嘅事情，還有全家嘅照顧，因為13年不平，大家不可能就會受到影響安尼，聽錯喎，還會照顧到不可能，不可能，做事情還做得冇，心情做得冇，大家兩個來照顧，兩個來聽書，兩個分批安尼，還有全場嘅照顧，就係講要照顧到8年，咪要聽書幫書。不可能啊，吼，後背也段時間一聽錯會動艱苦，我用嘅是安尼韓國也段艱苦嘅時間，還有全隊嘅照顧，就係講平常時看先生，有可能就會醫院，我就看到先生13年嘅安寧療護，按係全隊團隊嘅照顧，等下就會由大家介紹，團隊有乜嘅成員安尼。其實有。也到全部嘅醫療啊項目按到，故說我需要動到團隊嘅成員來同大家聽書，唔過以前來同大家來講一下，身為有安寧療護嗬嘅出行嘅方式，因為有的人講感覺我要去我要接受安寧治療，難道我就要進去要安寧病房？我就聽到去到一個按到安寧病房嘅所在係冇？其實唔係安寧，因為啊，聽就係。安寧嘅病房唔係大家醫院就有，係佢係一隻同正規佢有佢嘅規定啊，要多少的病床，要多少的醫護人員，要多少按那個指引，咁做得有一隻安寧病房。故說嘅需要嘅病人按到啊，病房唔看冇按到，係像可能台大醫院、長庚醫院、馬偕醫院嘅醫院安排嘅病房地度吼嘅。安寧病房嘅病床冇按到，冇辦法數照顧按到病人。好，故說除安寧病房以外，還有安寧共照共同嘅照顧。共同嘅照顧就係講，因為有可能根本你亞病人係本來嘅腫瘤內科嘅病房，嘅根本你佢有時要安寧嘅照顧，或者佢想講我想要。認識一下，我想要第一，安寧做得用嚟聽書，就用安寧共同照護。安寧共同照護，除非有安寧科嘅先生，本來嘅腫瘤科嘅先生就會發一個訊息講，安寧嘅先生，請來看下一下亞病人啊，佢有問題，我問，冇所以講佢一下動痛哦，安用嚟聽書冇按痛安呢。古時候假使講我本單帶到我嘅病房地度，我本單有我嘅團隊、我嘅醫生、我嘅護理師，我做得選擇安寧共照嘅方式，我請安寧的醫生來同我聽書。Q 下有一點會診的概念，安尼，即係安尼。嘅共照嘅時間，除醫生，還會有護理人員，還會有像社工師，有動到成員，等下再來同大家來小結。嘅還有一隻係安寧居家治療，也咩係動重要。其實台灣啊，在這個安寧居家治療嘅嘅進步係一格嘅。你用辦公咯？因為啊。有一種係，因為大部分嘅病人喜歡待在家裡面。啲親密嘅時間，希望到自家嘅屋企，自家舒適嘅環境，自家安心嘅環境。還有保病嘅過程係講，來醫院根本你係急性嘅問題，又較好咧。我咩想講啊？我還有一段時間，我想要轉去屋企，待屋企較習慣哈，還有長輩哈，阿公阿婆本來就較好待屋企，還做得啲老朋友啊，打做一
椎骨啊，安尼嘿，就安宁居家就会讲中医妇卡，给中医妇卡人就会担心讲安尼。佢妇卡会痛，样板妇卡什么个东西吼，妇卡面床安尼不用做得嘛，做安宁居家就做得神枪哈，神枪讲安尼个片你有时有专业妇卡，就会有欣赏，还有护理师去妇卡看。哇，古时候其實像喺安寧療敷啊，就有呀3種嘅治療照護的方式，對不對？你做的第一專門嘅安寧偏方，我們做的選擇這個安寧共照，或者是安寧的居家治療。古時候其實吼，可能大家對呀安寧療敷還沒按了解，唔過先休息一下，等下節目轉來再個同大家來了解下下度嘅內容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中醫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好邀請到樂成醫院家醫科嘅醫師吳少林醫師同大家來分享乜嘅很多安寧療敷吼。其實大家對於呢個議題全部就知道，很嚴肅。不過其實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前一部阿群妹有看過一部天陽，它是一部動畫片，它叫做《可可夜總會》。佢係啲嘅講在墨西哥的這個亡靈節的部分。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懂出的大家來學習，就係佢哋看太細某一件事情，他們就覺得這是一個人生的歷程。你死退以後，他的靈魂還是存在我們的身邊，這就是一個人生，生跟死，跟出生一樣，死亡也是生命中的一部分。故所今日來看太也安寧療敷一個議題吼，就我繼續來同大家分享下下來嘅內容哦。所以安寧療敷地度，佢幾隻團隊有動到成員到地度來同大家了解一下。安寧療敷嘅團隊成員。醫師係其中一個主要嘅成員，其實醫師唔過在安寧嘅療敷裡面，其實佢冇強用係講，所以可能其他嘅團隊其他冇強用嘅療敷，有可能根本你係腫瘤嘅療敷，根本你有可能係失智症嘅療敷，第二線上有可能係較重要嘅一個角色。唔過在安寧療敷裡面呢，我們覺得欣賞佢，其實佢還需要有動到其他嘅人員共同來照顧，也係一個重點安尼。故說醫生清楚要負責內容，去看一個病人，也係個目前嘅狀況，韓國佢做得做乜嘅治療，用辦做的本佢他比如講吃藥啊，或者是打藥做的本佢唔是按痛，也係講佢需要乜嘅營養，也部分醫生來做評估，醫生來做治療。主要係醫療嘅部分，還有老身體有關係嘅部分。談起來已經很多很豐富了，唔過還有涵蓋到嘅人員來聽數哦。像護理人員，護理人員其實在像安寧病房老一般嘅病房冇，像做一講護理人員嘅比例比較高。有可能一般嘅病房一撒護理人員有可能會照顧7到8個病人。那在安寧病房裡面呢，護理人員他會更集中，就照顧冇按到你，就會有較多嘅時間，就得去照顧去同病人講，去同婦科人講安尼，就會了解病人嘅情形，還有提供服務安尼。傾聽陪伴的部分，一到時間會這樣安尼。韓國沙下來，還有其他嘅。還有沙公司，因為沙公司在安寧。如果有一道病人本身係還有生產力的，有可能像50歲、60歲做癌症安尼，因為平常嘅慢性疾病像心臟病啊、心臟病、糖尿病安尼，大部分做係老人家，老人家佢唔會有安尼嘅問題，因為佢唔是講銀行會做事，銀行會賺錢，嘅安尼嘅癌症嘅病人有可能本身還會做事情。根本你就不平咧，就冇辦法做事情咧。行會有人來出錢來幫佢看醫生。安尼個過程一樣嘅社工就做得去聽數，還有樣嘅，本婦科你大家就有辦法去溝通，去討論。
接下来的事情，去引导，那个沙菲还有做的，去请沙菲个指引来听书安尼。还有灵性关怀师，灵性关怀师，对，那灵性关怀师台湾大部分就係從師傅，從師傅安尼，有用嘅宗教可能，或牧師安尼。哇，古時候都得針對一隻家庭，佢係乜嘅信仰，就請乜嘅信仰嘅靈性關懷師來做聽數。咁有嘅係講係冇乜嘅信仰，其實靈性中文冇。是講做宗教師就係，因為有個人佢講我冇宗教，我冇信嘛嘅，唔講我相信我的生命的後面是另外一個世界，我當平安，按你咪做得，唔係講一定要有一隻宗教，其實按你個靈性關懷是有個咩係志工，來擔任，提供一些意見啦，對不對？主要係要本片裡有靈性嘅平安安尼。能夠撒下來就是志工的部分，志工嘅部分哈，要做得聽數像行政啦，行喺堂聽人講，因為有個時節聽人有可能係老阿婆老阿公請一隻志工像阿姨安尼嘅，去老記討論，聽佢講，佢會感覺很親切安尼，還有個很做得簡單嘅醫療嘅照顧，還有個其他專業嘅成員像藥劑師、營養師講安樣嘅識較好，還有物理就係講復健師、復健，還有乜嘅使用冇辦法聽數到就做得醫生來照飛其他專業嘅人員。係，唔過其實剛才咩有講到，啲天堂有講到，其實有分3種嘅療護嘅方式，有分安寧病房、安寧共照，還有安寧的居家治療。我想來問一下先生，假使講，佢係選擇安寧共照或者是安寧居家治療，按用嘅方式，要有先生啊，要有護理師啊，還有我們剛剛講到的社工啊，佢要全部就會來到屋卡來做治療嗎？其實像安寧共照啊，係醫院度方，醫院度方通常像係去家去看共照嘅時節，就係講根本你下晝有病人去看，嘅屋卡人有在嘛，通常屋卡人希望就坐在旁邊安尼，因為就第一次去，大家會熟悉那就第一次去，人個團隊就會講。我會有啥講會強下去，會有護理人員會強下去，挨咩會去。但有個時節有需要嘅話，像心理師志工，咩會強下去，咩會強下去。咁呢個時節就係先老片人介紹一下自家講，我係介意個先生咁有個人係講佢本來就啲根本你有安寧嘅。先生我來看我去看嘅時間，我就直接講我係緩和療護團隊的醫生安尼，佢先介紹，因為佢第一擺看到嘛，佢唔定咧萬年總係看我安尼，佢有個人聽到安寧咁樣感覺冇講，很快就可以接受。有例子嗎？先生去家去到，我去家去看嘅時間，我像有一擺。有一班我去看嘅時節，佢就係一個大哥，差唔多50歲，佢保片有好幾年咧，咩有治療，佢嘛佢嘅時節嘅治療就較冇辦法咧，還有轉移到腦部安尼。我去看嘅時節，其實佢有一點這個緊張，佢就問講，你做乜嚟看啊？你做乜冇去看片呢？佢啲愛係安寧嘅先生，有個人佢會較防衛，比較防衛自己。咁我看嘅時間，我就行係微笑，就老佢講，我係緩和療護嘅先生，根本你係講唔嘅組織先生請我來，可能安寧我根本你來我就聽數，可能以下還有乜嘅身體艱苦，還有後面因為後背還有事情，可人家都做得樣嘅來聽數來討論安尼來計劃安尼，跟住就天天嚟佢有辦法講，有辦法分享。對，到結束的時候，因為
其实按那个你有个尤其是男性的病人，大部分佢有可能一下冇辦法接受，就聽你老記講嘅班嗌安尼看睇，看好咧佢就講按姿勢，佢喊送我出去病房安尼，就係講其實有跟你會本佢一段時間，一堂佢講。本期啲講根本你捱來係聽數，唔係講捱來捱係宣判講，安尼冇辦法咧，冇救咧，以後唔就會放棄咧，唔係安尼冇半偏人安尼。其實也真係係一個很兩難的決定，雖然我愛積極治療，還係講我愛好現在我自己舒服的方式來行親密一段路。故所今日節目當中就來同大家來分享，還有較多嘅內容，先休息一下哦。好，各位觀眾朋友，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中醫群阿群妹，今日請到人生醫院嘅吳秀玲醫生，我同大家來分享吼，乜嘅按到安寧防護醫療，也係講安寧療護吼。其實我頭擺有看過周大官佢寫嘅一篇文章，佢就係講佢年紀還當細，唔過佢就愛來接受按到化療，要接受打針。愛食藥嘅，其實佢冇想愛做按多事情，因為佢搶起一隻生人嚟聽聽。故所其實有陣時大家可能未愛想到講，人生前面一段路，可能佢想愛好好來享受佢嘅人生，冇聽錯，因為佢心情好誒。可能會有其他嘅轉折，有其他的契機來出現，對不對？故所今日節目當中，我要來同大家來分享。有啲人講，我現在講我愛安寧療護，係唔係代表我啲什麼樣嘅親密嘅當痛苦嘅時間，我可以完全放棄，我就可以選擇安樂死？在台灣也係做得嘅係。其實安樂死在有的國家是合法的，對。在台灣一下冇按那個立法通過安樂死，因為安樂死老安寧療護有乜嘅冇強用，安寧療護係講根本你也係也騙人，自家嘅生命自然而然的走到終點嘅，以前係講我用動到嘅醫療來延長佢嘅生命，係講佢本來自然的結束點在這邊。以前嘅醫療係講我延長一段時間。唔過嘅延長其實是沒有冇憑這個，冇憑這個，它就是一口氣含流到嘅片。係有可能就係愛插管，要在加護病房裡面。那安樂死是在這個自然的這個時間點之前，就要結束，所以這算是一個加工的死亡。故所以下台灣係冇按呢立法通過。對，因為在歐洲或是美洲的有一些州，它可能特別看重人的自由權，我自主權，我勝過我的生命權。故所安樂死在有一些部分是合法的，台灣現在沒有合法。對，故所安寧療護同安樂死也係冇共用嘅事情哦。故所行我來同大家來分享嘅係，先來馬啥做得來先講 AI， 也下做得來做安寧療護嘅對象，先來係馬啥？台灣清早嘅時節，當然係癌症末期嘅病人先開始嘅，但後來發現其實從末期漸凍人，其實係一種運動神經元疾病，乜嘅係運動神經元疾病，就會講，你病人佢慢慢越來越無力，有可能先微腳開始，一直慢慢的上來，到後面他會連呼吸的功能都沒有，手都不能動。有個人像國外也有一些像什麼住在潛水中的蝴蝶，佢就會講，好像他可以感受到外界，但是他完全不能動。有的到最後只剩我主做得挺痛，安尼係一痛苦嘅。所以末期漸凍人，當他到末期，他甚至需要用到像呼吸器的時候，他也符合像這個安寧療護的服務對象。那到後面呢，就是發現其實還有多
八大非癌症末期病，到底是哪8大？就是这8类的部分。因为按那个慢性的疾病到末期的时节，里面会有痛苦的症状。对，而且这样的疾病也是没办法以后的，没办法后起来的。所以讲还是要用缓和疗护的方式，而不是说继续延长后面的这一段时间。包括主要就是一些跟生命会有关系的，像心脏还有肝脏、肝片很会肝跟硬化，还有油诶。像急性肾衰竭，还有慢性的肾衰竭，对。那还有肺部的话，也有占其中的2个部分。对，慢性气道的阻塞疾病就是我们常说的 COPD，这是它的英文，对，它是有一个特别的诊断。那还有其他嘅疾病都后期嘅时间，咩喺当中喺末期嘅病人，还有甚至连这个重度的失智症，一片嘅重度嘅失智症，係講完全就係愛面從豐富冇辦法照顧自己安尼，還有大腦變成像嚴重中風腦損、外傷安尼，還有帕金森的末期的疾病。不過其實像按度嘅疾病啊，生了用版型嘅這樣做嚟講，我做嚟來開始考慮一件事情，我來開始考慮我許多也能偏逢地度誒，乜嘅情形之下做嚟本大家來參考一下。係，因為就像剛剛前面嗰篇講嘅，有可能我一下心臟衰竭了，不過我行做嚟安尼行來行去，我行做嚟這個照顧這個，我應該係冇需要去醫院去偏逢安尼，就會講在符合剛剛看到安尼末期疾病的前提之下，唔係講根本你係上愛來就來，因為其實愛保護病人，還有愛治療病人，在他還可以的時候，就愛聽從愛積極的去做治療。係講根本你係積極治療，然後愛能嘅療護量找了權衡，確實能療護係較適合做係講像安尼嘅病人，一種就是多種疾病產生，安尼這邊治療效果唔好理想，而且預期壽命也很有限，我們通常大概預估像半年，有的國家1年之內這樣子，然後還有住院。一加批代言，大概代言就越來越長嘅時間呢，還有間隔越來越短，可能以前半年住一次，現在1個月要住一次，還有體力快速衰退，冇辦法行路，冇辦法坐起來，還有吃東西越來越少哈，還有衰等嘅時間。越來越長啊，還有生活品質不佳，像你就冇清楚咧，冇就會單你無眠床，還有使用呼吸器、用尿管、用鼻胃管安尼，還有一隻就係病人自家佢安尼用板上，佢上愛安尼嘅，按用嘅醫療嘅方式。我會舒適，我要舒緩，刺眼的，里面有的你，其實我頭擺沒有看過，其實啲安寧療護地度啊，它甚至可以有提供這個按摩舒緩，故說偏你有想是以為知道比我做化療還要舒服，對不對？感覺人生的狀態來講，它是比較快樂、比較開心的。更加是講天時機條前，唔管係家屬還是偏人本身，佢想要來諮詢一下來問看下上來那片有也安寧嘅偏方，又係講誒，做得起那片來接受安寧嘅治療，做得用嘅去得到一條自信。其實安寧嘅資源啊，在網絡上很多做得清的哈，看那在醫院有就剛剛講安寧嘅偏方，共照還係其他嘅治療，還有門診，有嘅咩做得看門診安尼，其他沒有看門診安尼，還有像有一些安寧的這個宣導的文宣，沒有安寧緩和療護嘅醫學，做得去看，像孫越叔叔沒有做安尼嘅治療。對，故說其實我想有一件事情當中也有，就係假使講真嘅不卡人，可能有親戚朋友遇到一個問題嘅時間，我先出來做安寧療護，唔過
唔抵按用诶说服，比如说兄弟姐妹好了，爸爸妈妈想要让他们进到安宁病房里面，让他们他欢喜的位，他吃菜的位，他快乐的位，高压亲密给你嘞。但是可能兄弟姐妹就觉得不行啊，我一定要很努力的救爸爸妈妈。但我其实也不是不救，嘿希望本吉亚掉他快乐，按用诶同吉亚掉来分享到底安宁疗夫按用嘅方式，按用嘅同步肯人来沟通。其實佢一直喺講吼，冇本片你有放棄的感覺，唔係講根本你愛選擇安寧愛做，馬該愛做冇會做咧，愛咩冇會出現，愛咩冇會食東西，愛咩冇會食藥嘅，愛咩冇會看先生，咩安尼，係講愛啲根本你愛行愛用本來嘅治療嘅方式係不適合了，又會更多的痛苦，哦，and 以下就用治療方向改變，青春有改變安尼個治療嘅方向，吼，安尼個方向係會本前後一段嘅時間，係會較輕鬆、較鬆爽，因為其實唔講人啊，蓋棺論定就係講前後嘅時間其實一重要，唔講愛前面按尼用嘅大標啊，其實你後面你可以要決定我自己希望我要善終，我要好走這一段路，這樣子。還有而本片你了解講，安寧嘅療法係講一道嘅選擇，哦，像還有芳香療法，有懂到種治療嘅方式，對，還有而本片人了解想法，對不對？古時候其實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當中有關於安寧吩咐醫療，還有安寧療法嘅相關嘅知識，好咩什麼，先生來同大家來分享哦，謝謝醫生。咩什麼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等下聽聽運動先生，共下來做運動了。